队，咱搁要来提宝藏啊！提宝藏之前，咱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银河屯山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大家好，我叫姚心。大家好，我叫心如。大家好，我叫吴东。大家好，我叫尤心。好，到四位探险队搁要来提宝藏啊！一出了，大嘿，我已经准备好啥物啊，会当提宝藏啊！等下，啥物啦？哦，我目睭有够痒，有够大的啦！哎呀，哦，探险队你来哦。哇，你目睭哪遮尔红啦？而且你拄则一直落，你安尼感冒会受伤呢？啊，会受伤哦？对啊。我就足痒的，无法度啊。系啊，我的皮肤就大啊，我治疗，准备爽快啦。这严重啊！我食迄小迄青草，啊，生草皮哦。青草味啦。哦，我食一碗。嘿，歹势恁两个一碗。好，多谢。哦，哇，食生草皮才好哦。好，一碗。嘿，刚好食。安怎？就好食的吼，这个面对感觉就好食的，就好食款的你。是安怎？等下，你的表情还搁有阮。姚心，是安怎？你食一嘴就无要搁食？一点吗？一点啊？伊会酸酸个可可。酸口口。哈？生个苦。啊，师傅，你食感觉嘛？你食着，你刚个刚甜个酸。哎，有酸酸我这是伤甜啦！我这甜到要叫狗兄搬去啊！你知道夭寿甜的啦！啊，你是安怎煮的啦？煮到安尼啦？无啊，我感觉拄啊好啊。拄啊好。甜甜，就清爽诶。就轻松的。我一个用啉的呢。你若是你嘛，我要注意多数啊呢。对啊，哎呦。小静，你是不是有淡薄仔杂片啊？啊，所以你因为迄杂片的关系，迄味哦拢食袂出来。啊，拄食船长是安尼目睭足肿的，啊大下是安尼皮肤一直了。我感觉你应该是过敏，因为这空气无啥好。其实哦，咱生活中哦，咱有一寡哦空气污染，这就是人咧讲的 PM2.5。因为咱直直接受这哦 PM2.5，你就有这过敏啊、气鼓啊，还是心血管的毛病。啊，平均有3个人就有一个人有这种哦问题。啊，而且要请问探险队，咱要安怎做才会当唔减少这哦空气污染？坐温。哦这温，嘿，啊个吧，坐公车。坐公车。对，因为迄空气污染哦，大部分拢是喺工厂啊，也是去机车排放的废气，啊，所以咱会当哦，若是要互这空气较好的，咱就是减少塞车，啊，搁有就是会当哦减少用电。啊，有时阵咱会讲爸爸妈妈走去拜拜，这个时阵咱嘛会当哦尽量用手，啊，莫迄烧金纸，安尼哦，就会当减少哦这空气污染。嘿啦，较环保的啦，对无？真正的咧，队长讲到真对咧。安尼我想要问你，我即摆已经3个无介爽快啊，敢有啥物方法会当保护阮家己，莫遐尔会过很敏？主席的，很主席。敢有？挂喙啊。哎，挂水啊！哦，好，我知讲了挂水啊。真好的呢，咱太阳队拢足厉害，咱会当哦挂喙安，啊若无就是当你厝内底的时阵，你就洗手啊、洗面啊，开咧空气过滤机来保护家己的身体。安尼哦，安尼我要赶紧去洗手，啊挂水啊，安尼有身体一点就爽快。是。原来吼，这空气污染吼，就是害咱无爽快的享受啦。啊，咱吼就是要好好保护环境。对，啊，我知影，后摆哦，阮大项目要落设备一定要升级者。后摆要升级第一项物件，我就要买迄个空气过滤机。好啦，啊，多谢队长，啊，甲咱的探险队员提供这么宝贵的意见。今仔日就互恁来提宝藏，恁准备好未？准备好啊！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停来甲！做火球进步，四位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。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个珠啊塔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大型的珠啊台来哦，要来提大片哦。姚心，你敢有信心？有哦。我听你的口音，你台语敢若讲了真好诶，是安那才好？因为厝内底拢咧讲台语。安尼哦，啊，你兄弟姊妹敢有跟你讲？有。有
有啊，你有一个小弟，还是妹妹，还是哥哥姐姐？弟弟，啊，伊敢有当时啊袂记你讲？会，啊，这个时阵要安怎？我就会买菜伊。你会帮伊教？伊袂。我就爱叫伊爱讲台语，我才甲伊讲话。哦，安尼哦，哦，食古水质严格这济啦。啊，这个请某你有识无？无，一寡无识，啊，一寡无识哦，好，非常的老实。好啊，安怎来摕大片咧？囝5价，通啊摕1块大片，囝10价就2块，了解吼？好，到底这款会当摕到几块大片咧？现在个，来好起啦！来哟！当个尽量讲。可以三分，几波几波？哎呀个，来一波 PH 是坡有啥物词？讨呀，真的啊，门票。可以啊！票，门票哦，水啦！加大好起啦！哎，刷落来是几波咧？你和我不给钱，和我过来是叫三分嘿，好，输了，水啦！进2、3、3波雄。性问，对呢， NG 型，哦，高啊，标准啊！好起啦！红小姐给我无共款哦。哇，好钱，无半波 NG，还有啥？啊，水！来，哇，bonus 来啊！一定爱交2分，无就是3分，才有准绳哦。来好起啦！你小一表是2分，你小， 2分才有哦，2分才有哦。你拍开才有2分，你拍开啊拍开你即摆拍，即摆。另外一边啊，4票，无记啊，一波 peace 玻璃掉。哎呦，来好起啦！只要过款就会用的啊就和我3分，来，你用过几点？好钱，哇，叫人好钱，都好啊，叫好啊，哎呦，你当你也该拍开。哎呦，准哦。准，进2、3 ，H 是好耶，大声话，画，叫要来吗？叫要上，来好起袂用啦！的，哎，秀起来啊！秀起来啦！卖闹啦，做正经啦。你好，你朋友，恁同学。来好钱，钱袂当漂亮啊！我知道你的厉害。一波7的有啥物词咧？倒定掉。好起啦！哎，后生拢免靠恁呢。伊家己就通啊完成啊呢。你国际上系用的，好你的同学，是可以。你若拢这乖啦，讲要互伊就互伊啊。你太好笑的哦！啊，靠你家己讲这袂使啦。这大波啦，唔系我，哎，1、2、3波来，B 是波，马掉，过关，波开始 ，P 是波，波还有啥物？包啊，啊伊讲玻璃，白色水，棒跑，棒跑哦棒跑啊棒，啊无咧，无，无，头先是讲马，买，麦水，阿母，文，文班哦，哎文班，哎呦水哦文班，三文坡，沙文坡，无啊。哎，无啊，对，无啊是，无啊，嘿啦，真够啦，行到第10家，通啊摕2块大片，请摕。来，摕个大笔大小念出来，台湾的农产品。这会念吗？牛角刀，油角刀，米粽，大吉利，哦，来吃。真正袂歹，摕到2块大片。后一关准备接招，现在搞。什么拢好耍？咱身躯边定定看到生活用品，经过上挑的我小动一下骹手，随便做好耍挑战。探险队，恁千万唔通看轻这个物啊！若是唔捌半项，可能就退无保障哦。嘿嘿，准备接招！
什么拢好耍。虾米？哎，咱要来耍这个杯珠啊，有拢有看到吼？有。杯珠啊，就是爱家拍起来，拍起来了，爱用手安尼压边手甲压的，哦，袂使用护的哦，压着了，爱用这个力来做事。哎呦，啊，安怎摕大片咧？两块一块大片，四块若拢对，就两块大片，有了解哦？了解。迄反应要足紧的哦。嗯，小心，你的反应，你感觉你反应有紧啊，是无紧？无紧，有紧，有紧啊！伊讲话足高有嘴。影无影？啊，你平常是有咧运动无？有。有啊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！哎，来哦，背，哎，哦，你速度较紧的哈。哈哈，哎，拿一输啊！啊，你要手，嘿，哎，拿出啊，来，接招。食无哈？啊！你谁进咧？来吃，进来吃。好，小心你拜拜，豆豆来哈。这要第三轮咧，哎啦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你要掉啊？你看头啊，看头有啊。哦，什么字？好，大家看见。好，好，来什么？看好，较大气，大气你看头前讲。好，看头前讲。好了，头章，好啊，什么头？无洗头，你哪来我是不是？开戏，开始。哎呦，厉害啊！快什么头前。哩？鸡来遮看好，看要大倒位，大倒位。想好较大好看头前讲。好好来来，看头前讲。机会，机会什么机？回零机，回灵机对。来，哎呀，我掉掉。哎呀，哎哎，哎呀！哦，加油！拿球，一起拿球，一起拿球。啊，才是啊！阿 K 来加好，这个来是啊来是啊加油，马去，加油，加油，比较好的哈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加油！好我，啊情况，什么什么哩？哩？包，包要放在倒？包什么？包干。包干，包，好来，按怎念？包，切，包啊，包啊，包啊啊，什么包？菜包，菜包对。哦，好食。快，紧给，哎，袂使用火的，袂使用火的。哎呀，出不起来哦。好我，包两贵啊。哎呀！什么哩？情，景，来大进来。先出一个。情感，啊，什么景？亲情，千年亲酒。情。来，哎呦，够时间。拄啊好，拄啊好。头这里顶头爱搁加两字，有啥物事？白菜头，你是头先讲无洗头，你是看我的头毛，叫你想到这个答案哟。对。还是有味。无洗头无唔对啦。啊，搁有咱这洗手爱开啥？水道头，水道头。好来，机，地心机，直升机水，对。直啊，升机搁。有啊，因足厉害，拢定有咧。翕相机，翕相机。嘿啊，音乐，啊，哥，恁头前遐有无一排迄叫啥物？这两三四个翕有无？相机，摄影机，摄影机。摄影机，好哦，对啊真侪机。好来哦，四题拢对，所以等下摕几题？两题，请摕。来，摕个大屁大声甲念出来。世界果，好，冷感，好来大屁。哈。好，来加。哇，真紧哦，已经摕4块大片，要来到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！啥人无同款？这关互恁来到阮的尊元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甲别人无同。虽然形容家己的题目了后，最后甲迄个无同款的人掠出来，嘿嘿，很险对，恁讲阮这干巧啊！我是讲。恁讲有阮遮巧啦，嘿嘿，啥人无共款？哇，这个真正刺激啊！
伫个真正咱开始进前，哦，我感觉哦，世人无共款，内面咱在座的各位有两位足无共款，哎，安怎讲？因为哦，因伫个摄影翕相足厉害的，哎，倒两位野手，互阮知影一下。翕相，翕相翕相，这两位翕相真厉害哦。迄相片是啥物人翕的知无？有水无？水啦！有神翕的啦。这是恁去倒位翕的啊？有是压力，去野柳啊？哦哇，真水，迄片拿足水的。啊，这翕的敢莫甲收收的，还是毋免？这只自然的啦伫。遮翕的无收。无收的啊，无收过。无收哦，啊，这心如翕的。哦，哇，这是啥物人压一支雨伞是无？老师啊，你是啥物款的灵感？那想讲掠这个角度，对啊，就水的，然后两个世界。两个世界。世界哦，这个概念是有两个世界的对吧？厉害，互因一个波声，真正无共款。就水的呢。欣赏了恁的相片了作，品。啊，就咱就要使下班啊。开始啊，无啦，我要下班，哦，无遮简单。好，啊，安怎来摕到大片？赢过阮1分有1块，2分以上就2块大片。来，请抽牌，来，袂使叫边仔人看抽一到哦，张，再来抽一张，千万唔通哦，再来抽一张，千万唔通哦抽，一张，唔通叫边仔人看到哦。那有人想要看我的无？我甲你我会互恁看。你会当摆起你啊？我甲你讲，真正足好看。哦，刺激！非常精彩的一个题目。是，到底今仔日的结果会如何呢？第一轮第一位，请形容。伊的叶啊是青色的，叶啊是青色的。青色的，来第二位，请讲。伊食起来甜甜的，甲酸酸的。伊食起来甜甜的，佮酸酸的。神秘啊，神秘。第三位，请讲。伊的皮是红色的。伊的皮是红色来咧，是你要讲啥？的，红小姐。你应该无物件通讲啊。请讲。伊的皮是红色的。伊的皮是红色的。来咧，是你要讲啥？红小姐。你应该无物件通讲啊。请讲。伊的毛根康足大的。毛根毛根康就大的毛根康就大哦哈。哦。来第一轮，咱过来学习者，讲一个互你听。第一个探险队员，伊讲咧，伊的叶啊是青色的。第二位讲，伊是食起来酸酸甜甜的。第三位讲咧，伊是红色的皮。啊，洪小姐讲的是，伊讲毛根康足大的。哦，这是第一轮恁所讲的，小想看卖什么人，甲你有淡薄仔无共。诶，耶。第二轮，第一位请讲。伊是一种水果，哎呦，伊是一种水果，是破段落。无问题。第二位请讲。伊会当插起来食。会当摕来炒就对啊。对。会当摕来炒。也当用哎哦，今麦听起来足菜哦。嘿，好，来第三位请讲。伊的内底有足侪籽。哦，伊内底有这个籽耶，来底，敢有籽？哎呦，好，来洪小姐请讲。伊要补啥啥啥嘛？伊会使摕来食。做酒。会使。酒，搞。你讲的物件当配合，我酒。配合。第一轮甲第二轮，第一位所讲的是，伊的叶啊是青色的，伊是一种果子。第二个小朋友来讲，伊食起来是甜甜啊、酸酸啊，啊，佮会当摕来炒。摕来炒。第三位讲，伊的皮是红色的皮，内面有足侪籽。啊，真讲的呢，伊的毛根口最大，重点是伊会当来泡烧酒、浸烧酒。敢有想法啦，小哥？有啊。哇哈，来，小人无共款。哦，我有金钟无？哦，你有金钟，你即届第一名。第一名。第一名吼，哦，咱即摆有三个人共款的，同款的一个人是啥？无共一个人款。无共款。同款的是啥？三个人共款的是柑仔蜜。柑
我讲过是错误，来错误。来，先来个好问者，这绝对好问。你要小问头前的小妹，来，小平，你是当时发现伊甲你无共？伊拄就是只位摕来第二个做酒，做酒，啊，感觉比较汉的人做酒加汉这，人来做酒，较汉的人。啊，第一轮的时阵你也唔知对唔对？对，好啦，啊来，好问一个草莓。我规个想唔到别项水果去，你想到你想去啥？因为我想讲三号是红色的皮内底做侪籽，就是 L 灰灵果。回灵哥，回灵果，哦啊，是安怎二号是会当炒来食，因为草唔嘛会使摕来炒。有啦有啦有啦，有啦做料理一个人会入菜就用草对莓。啊，哦，所以其实你嘛算有小可合理啊，小可啊。这就是我的问题哦。欧良水得了。啊，这表示讲你的能力太好，你想到你想到回灵果去，安尼安尼好啦，不要紧啊，哎安呀尼，无秀起来，啊，毋过大家中欢喜就好啊。欢喜就好啦。 3分比0分，两块大饼下体。来，摕只大皮大小，给你出来。加油啊！好，再再来给你拍。比，再拍比。熊熊，好，来大起你。来，哇，想袂到伫个小人无共款，即款叫因立转来啊！不要紧，摕宝藏的机会是足歹讲，敢摕到咧，引来个。敦山国小的探险队要来摕宝藏啊！恁即马摕6块，啊，敢有想要刷位咧？唔免唔免哦，就照安尼，坚心就是照安尼背就对啊，对，手甲欢咧。爱背超过1空才有准算哦。加油！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请背。背了。哎呦，来时间过。来，时间过一斤，颁奖。好啦，摕到的是什么宝藏咧？哇！阿公的厝咧房啊，那真好。这有法度出转去无？出去。有啦，就今年隔壁尔。差不多刚半就会到啊。今仔日经过3关的考验，啊，讲台语讲到这么啊溜咧，佫通啊摕到宝藏，心情啥款？欢喜，真欢喜，真欢喜哦！啊你咧？欢喜，欢喜，除了欢喜以外，佫有真欢喜。欢喜，真欢喜。趣味啊！哇，而且姚心怡的讲台语的声数足大声，佫足标准的。对对，我会记你有一个弟弟，你要带林刚带小弟来好不？对，带伊来耍。好，带伊来做伙耍，继续讲台语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爱台语。再会。出动一打水。暗公厝连帮正高。